有啲朋友話睇咗我之前 F124 關於手柄操作嘅攻略之後，單圈成績咧有咗好大嘅提升喎。但係有啲朋友仲喺評論區度坦言啦，自己仲開住輔助模式，咁就少咗好多真實性帶嚟嘅樂趣啦。今日幫大家上多一節課，教你點樣剎車，而且真實嘅 F1 車手都會咁做嘅。進入剎車點之後，第一步就係重剎啦。雖然話重剎，但係喺手柄嚟講都唔係咁到實嘅喎。你要當呢個剎車扳機係一個油門，你開真車都唔會一腳剎到盡嘅。至於手柄應該點樣設置呢？可以睇翻我上一期視頻溫故而知新。總之一句講晒，唔好抱死條胎，等剎車發揮最大嘅效用。然後重點嚟啦，剎車同降檔幾乎要同時進行嘅。雖然我個人習慣剎車會優先少少，但係剎車同降檔應該只差幾毫秒。如果你降檔太遲咧，就會失去咗引擎制動嘅效果；降檔太早咧，先唔好話衝壞波箱，因為 F125 裏邊咧係根本冇呢個機制嘅。但係未剎車先降檔，突如其來嘅大扭力就好容易會令到部車失控啦。當然咧，其實唔係每個彎位都需要降檔嘅喎，每個彎位其實都有佢嘅適合嘅檔位。關於一點，我會喺以後嘅視頻詳細介紹。同埋最後一點就係，如果你玩長距離嘅精彩咧，記得保養好條胎啦。如果唔係同人拼車嘅情況下，剎車點就盡量唔好咁盡，用部車嘅慣性撩住個彎，咁你條胎就壽命更長，比對手更加長氣啦。你平時玩 F125 有冇開輔助系統㗎？或者你最中意邊項嘅輔助呢？歡迎喺評論區話我知。如果你覺得呢期視頻有用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加收藏喎。我哋下期視頻見啦，拜拜。